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红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哦，今日要来讲的这个题目就是讲戆菜，是安怎讲？迄戆菜啊，就戆菜啊。迄讲吼，迄电缆线啊，拢头提迄电缆线。哦，迄电缆线吼，为顶头加灯哦。啊加灯啊，加灯啊三个哦，三个戆菜。三个。啊，就甲这300几斤的这个电缆线，全来载汽车旅馆。就开始甲浸水，浸烧水。啊，是要浸烧水？浸烧水，迄皮较嫩，较烤，因为要爱内底迄个铜线。啊，讲吼三个，讲吼烤甲讲吼足忝的三个拢困去。啊，困去吼，到尾因这个汽车旅馆才去报警。伊讲奇怪啊，一间房间啊，那都困3个查甫，但是你创啥？啊，警察就来，哇，去撞着。哦，戆菜啦，真正戆菜嘞。想讲要到内底享受一下安尼。唔是安尼尔，啊，佫一个戆菜句啊讲，因为电缆线伊原来刚刚去偷地啦，啊去偷地伊也无甲加灯，伊就转来吼。 像来住在现场，都在敲，都电视条顶就都在敲啊，敲电视。安尼有影有戆啦。哎呦，这个哦。其实以前拢要偷个电缆线，你知无？因为电缆线这边内底迄个洞吼计写好啦，啊，水拢要摕去买食毒，哎呦，买毒品，漂亮哦，迄个食毒人哦，无钱伤工伤芳，含迄水沟啊挂，水沟啊挂头地，搁说咧吼，迄公园的铁椅啊，迄铁的，规个拢野啦。 系啊，啊，个人去徛假铁门，毋是共款，还是不锈钢的门啊，对无？北去啊！迄主人半暝要出来放尿，才可能来风水里内底就，这才大门无去。天光想讲无，啊无，佮叫人来换新的吼，查拉路爽。所以吼，即马吼，有个人啊讲要做戆贼啦，还是讲迄戆囡仔有无？我感觉吼，有一个好方法，用还变巧。哦，什么方法？就是看咱轻松佮趣味的底剧。来，请。 来，小呼呼，热噗噗，香公公的咖啡来啊！请啉咖啡。真正就香的呢，敢若片吼都数人买梦啊！这杯咖啡一定就好啉的，我来看卖。君啊，啥款？赞哦！哦，安尼你内行的，唔是咧臭单，那我泡咖啡真正一流的，来带过阮开心民宿的人客哦，大家来啉过拢学落个得志哦。真是的哈。君啊。喂。 我感觉吼，你是我看过上细心、上体贴的查甫人，会当熟悉你，算讲是我的荣幸啦。哦，那我吼是一人学落少人嫌啦，多谢你唔甘去嫌。啊，唔知是倒一位小姐有迄个荣幸会当做你的女朋友，一定会足幸福的吼。哦，是想你共学落个人每次拢翘起来，我来切水果互你食吼。哦。哎，君啊，我来甲你斗相共啦。小芳的啦，但楼顶吼，我闻到咖啡的味啊呢。哎，哇，这一定是阮群的泡仔的啦。你是咧创啥啦？我咧啉咖啡啦。这杯咖啡是我的啦。啊，无写你的名，谁讲是你的啦？你这杯咖啡明明是君啊泡花的呢。你，哎呦，我刚才无记着，阮的毛讲是我要啉的啦。这明明都是君啊泡花的呢，太有啦！来啦，这
个是话未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哎呀，阿坤啊，这咖啡你泡我啉的，伊共手去啉嘛啦。滚嘞啊！你嘛讲要泡咖啡互啉，因硬要甲人烧钱啦。这明明就是我啊！这是伊讲要互我，我啉的我是你的。哦，你们有够惨的，无管咱讲两个早人跳做一个菜市啊。好啦，后摆我来泡咖啡哦，泡2杯，恁一人1杯，安尼就无代志啊吼。卖啦，我买你买啦。滚嘞！你唔是讲哦，你要带我出去耍，来行吼。我。小弟，阿坤啊，你唔是讲你要切水果互我食？啊有啊，我伫内底切水果切到一半，听到外口咧大细声，我就拼出来，还未切好啦。滚嘞！那安尼吼，你即摆无代志吼，咱来去卖菜伊。哼！你买啦！行啦。小董，帅哥，我恁两个牵真条咧。哦，食敢若食好哦，食温来。我多啦，咱人烟头吼挡袂掉啦。对，烟头。来，过来。哦，你叫烟头要创啥？我甲你讲，你爱过记咧，你顶摆犯足侪个唔对的代志。你即摆吼唔通过安尼。你会记你即摆是算哦行船人呢？船行这莫定你现船，知无？放心，我这老船长啊，我经过大风大浪的啦。对，我绝对袂现船。是。有啥物代志我甲你报。好，你安尼做对。坤嘞，喂，来啦。讲好未啊？讲好啊，我带你阮遐食名产的吼。好，来。走，我们享受啦享受，走，一同去郊游。哎呀，讲手气有敢遐尔红呐？哼，你搞会记，我一定要互你好看。无简单呢，两个查某囡仔蹛前方食醋，一空掠2只，吼！即摆骨仔行情哪会遐尔好啦？无简单啦！你你行落来行咧，着带阮遮的妹妹啊，气喘一直愈气的，甲我伤伤心，连甲我影一个都无呢。是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是唔知，毋过我感觉迄代志敢若真严重。你怎咧讲梦啊？什么梦啊？发生什么代志你唔知，佫根本足严重，这是安怎讲？啥毋知是安尼？迄棍仔吼，甲花出去，妹妹啊，安尼走出来，讲我甲你讲哦，我一定连讲互你好，安尼代志是毋是足严重？安尼听起来是足严重，而且这件代志甲阮棍仔绝对有关系咯。当然有关系啊，就迄天无，迄天会长介绍迄个花就来出去，妹妹就转出来啊，出来就讲这句话啊，我是感觉代志一定有用。毋过吼，我有甲恁棍仔讲啊，我讲你是行船人，唔通定咧现船，伊甲我讲好。真正是阿弥陀佛，天公伯，你都爱保庇，阮棍仔莫阁出代志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我们享受啦享受，走，一同去郊游，耶！迄个花花，我知影你无欢喜啦，因为哦，你甲妹妹两个有发生误会吼，代志煞去啦，好无？我知啦，也毋讲哦，迄人不美吼，硬要叫妹妹迄个，伊讲话对我歹声潲呢，足无礼貌的，所以哦，我准备甲伊冤家。你卖啦，面子做好我啦吼，莫生气啦，你毋是讲话出来佚佗，就欢欢喜喜，安尼毋才对吼。好啦，歹势啦。别，代志来讲开就好啊，无事。你嘛知影，我这个人哦，上袂甲人计较啦。只要甲我吼讲清楚、说明白哦，我绝对哦袂去报迄领车弯啦。安尼就对啊啦，说清楚、讲明白，快乐跟着来。人讲有量才有福，若无量生囝大头壳。阿坤哥哥，哇，你产地又开讲哦。哎呦，君诶，伊是啥啊？
哦，我甲你介绍，你是吼，阮对面无天天民宿青的卫生女啊啦，哈哈。太太，伊也做太太，哈哈，太太我甲你介绍吼，啊伊吼是阮的人客，伊也做花花。你好，欢迎你来到开心民宿。喂，恁两个做熟的哦。哦，阮哦，阮熟悉足侪年啊，阮的感情拢真好啦，阮敢若呀，我要赶快。阿公哥哥，啊，你带这个花花小姐来家佚佗，啊，先做食名产哦。哦，叫你就对。哇，花花小姐，我跟你讲，你真正好气啊！阮这阿公哥哥吼是阮这民宿界上好的导游，伊若带恁咧四界行行看看，我保证你会耍到足欢喜的。真是哦，文嘞，那咧，咱进去耍啦。哦，来。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走，一同去加油。这阿公哥哥参花花小姐安尼手牵手，感情真好哦，吼，伊实在艳福不浅呢。哎呦，啊你，我叫做美美啦。我问你咧，你要去倒位？你是讲迄阿公哥哥参花花小姐？唔是讲因，啊无讲啥？我唔知呢。唔知。你袂当甲我骗哦？我哪有可能甲你骗啊？啊，我都真正唔知要去倒。这个小姐是咧安怎啦？安尼讲这话，安尼才生气，面相阁足歹看。你讲美美，你跟踪因两个？我看吼，应该是啦。哪会不个屁安尼？迄若照我来甲要无唔对吼，这两个查某囡仔应该是真介意过。要若无两个袂倒争风吃醋啊。哟，总讲一句吼，迄阿公哥哥就是安尼人好啦。啊，这样吼，这样有女人缘。女人缘是不错的，我是上惊伊是好桃花运喎。若讲桃花运是真好，惊讲个桃花劫烂桃花就唔好啊。所以讲哦，那到尾啊，就变成了女人怨啊，迄种凄惨落去。哎，阿姑，你莫咧愈讲愈恐怖，你一个。你若句袂前讲，我就烦恼变啊啦。哎呦，地方伯啊，我即马干来咱求你吼，啊，莫搁互阮棍仔出代志。啊，若要交朋友吼，啊，若正正当当交就好。头家呢哦，啊？头家代志唔好啊啦。阮棍仔要出代志啊？哟，啊你哪会遮厉害啊？我还未开喙，你就知影恁棍仔出代志啊？会长，你有啥物代志紧讲啊，莫对安尼啦。我拄则伫咧大路边面哦，看到棍仔甲两个查囡仔伫遐咧大细声啦。啊，我唔只赶紧去甲因考劝，啊若无哦，这声就有戏人去看哦。啊，我棍仔即摆。啊，伊就甲另外一个查囡仔吼，手牵咧活咧就行啦。啊，另外迄个查囡仔吼，伫遐看到家牙切起哦，安尼气喘喘哦。啊，到尾啊吼，甲你看破，嘛是离开。甲棍仔做伙迄个查囡仔吼，就是我介绍来开心民宿住迄个查囡仔。你甲看，我嘛伤含呢。啊，早昏两个较熟悉尔，嘿，啊，今仔两个就随斗阵啦。啊，像安尼哦，这感情哦发展了哦，有较紧啊，伤含啦。若讲含你便宜，我含啦。无聊，你介绍一个迄普龙宫的六个熟个，有两宫的人客来阮遮住，害阮大家都爱烦恼。我甲你讲，这两个查某囡仔唔知吼要甜甲当时才要放棍啊煞。安尼听起来吼，这件代志问题足济呢，哦，要紧来处理，啊若无吼，足麻烦的哦。对，所以哦，我紧甲阮棍仔拖倒。人转来。人客啊，你转来啊？丽丽姐，喂，你叫我啥哈？人客啊！歹势，美美小姐，恁敢若对我足生分的，拢无熟悉我吼？无啊，拢嘛足熟悉啊。是吗？那呢，我叫做啥物名哈？美美小姐。啊，你嘛较差不多。安尼害来害去啊，唔惊有只害登去。我头仔来看咱迄个人讲，吼，真恐怖咧。迄敢若要甲咱拆食落吧？即摆查囡仔哦，实在有够骄的啦！啊，你看变面就随变面，一个无欢喜哦，你也看，就随甲你革面墙了。哎呀，喂，你莫一竿子打翻一艘船。对啊。
嘛则无像安尼呢，人吼我是足温柔。那阮堂堂好足温柔，我村里遐查某囡仔讲，互你死，互你死。对。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走，一同去郊游。安尼，呀，我咧好到厝啊啦。好啊，佚佗规工你欢喜哦？我足欢喜的呢，君呢，多谢你啊，安尼陪我耍规工呢。你若欢喜，我就无悲哀啊。我开这民宿服务业，服务人客这是正常的啦，吼。君呢啊，歹势啦，今日哦发生迄件代志，大家吼遐尼无爽快，歹势。哎，这别来，过去倒啊，莫搁讲啊啦。后影，你耍规工啊，忝啊，去休困吼。好，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走，一同去郊游。真正遐少年就是本钱摕来有够好，耍规工啊，我安尼啊，我是安尼吼，走规工安尼腰酸背痛，骹酸手软哎呦！我甲你练哈。你若吼坚持，我嘛无反对。嘿呀，你着阮小弟啊，甲你服务嘛应该啊。这底下大家互相啦，我若忝你甲我落咧，你若忝我甲你戳地咧，大家毋才会舒服。对啊，我恁姊啊吼，是安怎我讲的话拢无咧听哈？有啊，人我都有听啊。哎呦！听咧，你敢屌死哦，遐大啦！讲的话你真正有咧信道哟。今仔日花甲妹妹玩迄落型，你解说者？有啦，代志拢嘛解决啦，后摆袂搁冤啊啦。有影袂搁冤啊？真正啦。安尼甲你警告几摆啊？叫你讲吼，你单身女人来对咱家吼，莫对人客伤好。你先讲就讲袂听，见母就母到吼，叫妹妹收山。知啦。知，倒头知的知啦，知毋是用嘴讲的啦，爱用做的做互我看啦。好啦。今摆若咧讲就是知好，真正是哦，规工哦，干那为着你的代志哦，烦恼甲头壳要掠去。做恁姊啊，我哦真叫够衰。做姊是咧我用哈，逐项路你加甲赢，我人生做缘投，敢是我的唔对哟哈。若发生什么代志，拢敢若怪我哈。甲你讲几百摆去哈，咱做这民宿服务业，服务人客，我安尼做是对安尼唔对。实在你。我敢真正心中遐尔恐怖哟！无啦，你咧特别徛对遐，敢若冒壁鬼，你是要我惊死哟？你今仔日算甲足欢喜的吼？无啦，我哪有欢喜？我是被逼的，我足勉强的了。我知影你真生气啦，是讲你两个好朋友，莫为着小我代志歹感情啦吼。像你甲伊好朋友啊，我甲你讲哦，这件代志是伊唔对，唔是我唔对哦。为什么我甲伊好解啊？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咱今日要甲咱讲的这个俗语，这个民间信仰算命。人讲算命无保，食水就拢无。什么意思？这个算命的，这个算命先呢，若无甲这个人客吼保2句啊，伊一定吼下摆拢无人客。甲讲好话。讲好话，哎呦，你下摆嫁好翁啦，下摆你会食好命啦，赚大钱啦，你啊手不动，你手不动三宝啦，你安尼食到敢若阿不倒，钱就一直跳出来。系啊，钱就跳出来。也唔过啊，讲诶，也唔过啊，你这命安怎，伊就开始讲一寡无好诶。嘿，所以头前一定要保啊，保一个。你若无吼，讲无话啦。有影大本你吼，你用相命诶吼，拢会无顺诶啦吼，事业做了无好诶啦，婚姻有问题，才会去找相命。伊拢掠你诶心理啊，当然你讲话互落，伊就甲你拉落去。所以是你家己找问题互伊讲诶。对啊。那安尼就咱家己问题家己算好啊。对啊，我是感觉吼，迄个去算命诶人吼，迄就是拢家己。心理无法度平衡啦，必须爱靠安尼，靠找相命先呢来甲你讲，安尼咱就靠朋友，大家互相开讲就好啊啦。你嘛是要叫蒙棍子？有啊，我叫蒙棍啊。蒙了喏，讲伊骨头真硬啊。
伊甲你懵懵的讲啦，蒙手掌啦，嘿啦，啊就讲吼，我会找到一个吼，对我足好足好，对足听我的啦。不过到目前为止还袂出来。我一听你啊，听说我敢无偌久度呀。啊，还有一种义气哦，讲会当安尼看咱的迄个规个身躯，啊来算命，吼，什么颜色安尼啊？讲安尼翕落讲，倒位什么色，倒位什么色，吼，哎，就看会出来。正跟讲，哎，若要叫我去翕，我嘛无爱。我叫翕着讲，但是我结招伊也使。你种是讲导播上。啊，有迄个什么咧？塔罗盘的无？有啊。塔罗牌啊，咖啡、咖啡渣买使算命。哎呦，其实我嘛捌去行算命，但是我感觉吼，算命就是参考就好啊。因为就真正像哥哥讲的，伊拢会得甲恁保一个啊，唐丽，你后摆会袂歹，你会趁大钱啦，你会嫁好人。但是我感觉这还是要靠自己去努力啦。我总免规工拢倒伫厝里钱就会落来嘛。规工拢无出门，敢会拄着贵人？啊，就像前一阵仔迄王老师预言有无？哦。迄武甲呢人心惶惶，大家惊到要害，世界末日迄毋是敢若预言个人的，是全球的呢。哎呀，讲什么迄天啦，几点几分啦，101会当做几站啦，然后总统府会安怎有啊？啊，你嘛真勇气，佫无走哦。讲到总统府，真正毋是有一个。有啊，头路盘咧，专门咧骗总统迄个。哦，即摆讲诶，成年啊，骗总统啊。即摆成年啊，骗愈大啊。啊，即摆讲19岁，不愈骗愈哦。哦，讲骗到做啥？敢才好凶哦，真正。所以人讲命运是掌握伫家己的手啦，所以会参考，咱毋是讲无准，但是我们参考就好，还是要靠自己。对啊，不管你去上什么款的命啦，迄就是爱互咱做参考。上介重的是咱家己本身做。对啦，人逐工咧算咧有命，算甲无命。是啊，所以呢，小第30分钟一个过去，要甲恁讲再会咯。对，咱今日天天又开心咧，要奉劝咱观众朋友，唔通迷信啦，啊，唔通当代志拄着拢要找性命的啦，咱心头去了后定，万项代志啊。靠家己。无过的中秋，搁在阮岛上情。为何爱恁的心对阮这无情？甘愿为爱牺牲，向天来证明，可惜真心亲像。秋月藏天顶，无过的中秋，怎样搁再惹伤心？只有拜托月娘替阮来求情，甘愿为你牺牲，望天来。